想平價了解終身珠海順豐炮仔，留意翻嗬。唔揾虛價，唔揾套路，揾我哋公司買樓咧，網簽當日即時辦理2萬蚊現金，助大家安家置業。今日阿 Sam 咧就嚟到中山三鄉嘅華佛觀山水啦嚇，相信大家對呢個盤一啲都唔陌生啊！呢個盤咧連續2年24、25年咧都係我哋中山銷冠嚟嘅喎。今日阿 Sam 咧就嚟到一棟嘅25樓啦，同大家睇翻呢一個實拍景觀。可以望翻我哋嘅新景城市景觀，包括我哋入邊嘅園林啦、湖景，視野都係好靚仔、好開闊噶。OK， 今日阿 Sam 咧就嚟到一棟25樓，呢一個單位咧就係03戶型嘅85方，佢係做到3房1衛格局。而家見到嘅狀態咧就係蒙批交付噶。咁到時咧我哋發展商都係做好裝修俾你啦。咁個收樓時間咧就要等到2027年嘅5月份，即係要等到半年時間到。OK， 我哋而家一棟咧就係屬於貨尾階段，因為啱啱加推咗3棟嘛，所以佢而家鎖定嘅貨源咧全部都係啲中高層20樓以上嘅。好，呢一套單位25樓03戶型咧，我報價單俾大家吓。呢一套單位發展商嘅底價咧就557315蚊嘅，咁首期款咧87315蚊，你就可以擁有呢個單位啦。咁貸款貸47萬，30年月供咧就講緊都係1981蚊一個月嘅咋，所以非常之抵揾嘅。咁以下咧就其他啲雜費，第一筆係物業維修基金70萬方，總共咧就5950蚊左右。咁簽約嘅律師費咧都一次過嘅，大概就1400蚊。契稅咧就已經辦理房產證嘅1%嘅咋，咁大概都係5500幾蚊嘅咋吓。咁之後咧就有一筆叫做改造費啦，呢個額外收費嘅，因為你可以見到我哋呢個房間咧有間房間佢係陽台佈建嘅，呢個風窗要加多個800蚊嘅改造費都算合理噶。咁最後咧就係物業管理費係2.8蚊一平方每個月嘅，咁相當於咧就係238蚊每個月。咁以上咧就我哋發展商呢套單位嘅所有價錢啦。咁揾我哋公司買咧，我哋網簽當日仲可以辦理2萬蚊現金俾到大家，相當於呢套單位咧，你成交底價就係537315蚊，非常之抵揾。咁大家對呢套單位如果有興趣咧，想過嚟實地考察或者想領取詳細資料價單咧，都可以 WhatsApp 翻我哋公司有免費嘅商務車喺香港接送睇樓噶。咁視頻嘅最後咧，都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關注或 share 俾有需要朋友仔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